提到廟會，我們總是先想到熱鬧，但在熱鬧之外，又有誰注意到呢？他不是主角，甚至很少有人記得他的名字。但如果沒有他們，一場廟會很難開始。队伍還沒出發之前，有些人已經先到了。他們整理旗幟，準備器材，把一天要用的東西一樣一樣準備好。這些準備不在廟會最熱鬧的時候，卻常常決定了一支隊伍能不能順利往前走。提供在廟宇整個廟會活動是很重要的靈魂人物啦。所有的工作，人家最不喜歡做的。其實很多人不是很想做旗工這種工作，因為這是個高工時，然後薪水又低的工作，但是他不得不去賺這一筆錢來貼補他的家用。像我這個經營安尼，無人會可憐我啦，身軀連一角嘛無啊，是要吃啥啦？講真的，其實有些人會覺得說廟會很吵啊，很鬧啊，但是他們不知道是說廟會裡面可以承載的很多人的三餐溫飽。那包含可能有一些旗工，他或許是可能要付出1天的勞力，才可以讓他後面2天3天，至少我的生活是溫飽的。台灣有許多民俗活動，尤其在台南這座古都，廟宇與繞境幾乎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一支隊伍走出去，有人扛轎，有人奏樂，也有人負責讓整支隊伍順利往前。但在這些角色裡，有些工作我們其實很少仔細去看，就比如說旗工。一般的繞境活動，就包括有削鋼，就所謂的旗工，削鋼啊有咱樂師，就是咱的鼓亭啊，是落地吹，迄種一般這些的成員在組織，包括我們抬神轎的，最辛苦、最底層，就我們的所謂的旗工。就是講，我咧講削鋼，旗工就是簡單講，就是推廟方的器具，然後有些廟方他會做旗幟，對，拿旗幟，然後因為環保問題嘛，每次辦廟會你要去申請，他一定會要求你有交管，有清潔隊。那清潔隊這種東西，其實很多人也不想做啊，因為很累啊，在後面清掃真的很累啊。然後旗工有些也會去兼這個清掃的這個缺啊。搬動、舀動、砸動，所有物件攏是要有透過削鋼。因為削鋼佇咱所有的宗教事務，佇咱的繞境活動，伊是屬於上頭前的。包括咱的大旗，包括咱的亮線，甲咱的所有的彩排車。因為神佮外形，嘛是要有人去扶啦。繞境活動，嘛就要有人來扛轎。甲所有的陣頭隊伍，等等看要偌華麗。但咱看到這個廟會繞境活動，看足熱烈，多數攏忽略着這群，無這群，這個熱烈嘛熱烈袂起來。無這個削鋼問題大，因為安怎講，無人要做，無人要做，你所有的寺廟的宗教事務繞境活動，我想佇正現面的時陣是袂成立的，委員嘛無要做，包括咱所有廟內的志工，伊嘛無想要做迄份工課。無志工，你著家己去想辦法啦，你都袂叮當啊，你啥人要去啊？啥人要去處理啊？這個旗啊，這個。迄個頭前兩線啥要去舉？恁敢要你管理員會人員委員敢要去舉遐旗啊？
在號稱眾神之都的台南府城，廟宇密集，繞境也一場接着一場。一支隊伍能順利走完，有些角色不可或缺，但也正因為重要，才讓人更在意。這些需要長時間勞力的工作，為什麼總是很少人願意留下來？差不多這20-30年來，較攏用到臨時工啦。過去是攏咱佇以前農村吼，攏是這個廟宇磚頭家己叫出來。以前期工很少，因為早期廟會那個區域性比較齊全，等於廟要辦活動的時候，那個區域性的那些住戶，他們會發自心願出來當志工。啊，現在士農工商大家都要賺錢，有些假日也在工作的，就是人越來越少，然後志工越來越少，變成廟不得不開始有去請這個期工的東西。現在說實話，根本就找無人啊！啊，這個找無人，就是咱宗教事務的問題之一啦。因為咱一間廟會，若是講要辦活動，咱主廟主辦單位就愛用幾百個這個志工臨時工啊。咱講實在，佇這個台灣的廟會經濟，你茫看這個無重視，這個會當帶動偌濟企業偌濟的這個服裝也好，食也好，工人的迄個所有的費用，啊，甲咱所有的頂頭。所以佇這個廟會的帶動是袂當衡量的。那這25個要10個35，要60個。不管是賣便當的、賣酒的、賣飲料的、賣茶水的，那包含有些時候你甚至連旁邊的鹹酥雞啊、肉粽啊什麼，林種種承載了很多人的三餐溫飽。現在講的是期工的部分，那期工。說真的，他也是真的一個很辛苦、很勞累的東西嘛。因為有可能早上6點一到廟裡面，他有可能一走就是一個早上。那中午再休息個1-2個小時之後，他們又再繼續走到晚上，晚上再休息個1-2個小時，又走到半夜。有當透早4-5點仔出門，有當來12點，完全袂當落跑，因為這嘛算一種體力活，時間長。像這擺咱這個無甲尾馬。要往軍回鄉，這所有徒步的公里數是大概38公里半，這無一般的體能嘛，無法度。這些工作不太需要技術，但需要時間，也需要體力。一走就是一整天，有時候是在烈日下，有時候是在風雨裡。看起來簡單，卻不是每個人都撐得住。也因此，願意做的人一直都不多。我較歹勢，就是有呾離咱的中山公園，或者是咱的火車站，甚至講較歹聽是屬於咱的遊民較關小化。伊這個部分以後聽來講，後人幫人吃，佫有點仔津貼，因會主動會來甲因的所有的期工圖，就是某一個小工頭來甲伊報名。其實接觸到這一份工作也有一點陰錯陽差，因為我一開始是替廟負責陣頭跟轎班，然後剛好某一間廟他們要辦建醮的大型活動，然後他希望我統籌所有的事情，然後我就開始接觸去認識說這些小工的任務，然後什麼人適合。所以講因這個工頭，咱提供這個活動。工頭知影這種工課的量，因就會去自然去找一寡個人會當勝任。當然，咱無法當伊適合嘅，包括伊的身體，或者是伊的志向，那一般咱是袂去管的啦。像我們在台南市的廟會裡面，你們看到的頭期網，或者是有一些比較智能方面、身心方面比較不足的，但是他有可能是因為小工、期工這個部分。然後他或許在當下，人家覺得說，是不是我在這個地方點也可以受到大家的認同、尊重？那當然頭期網或許就是我們大家在講的有點智能比較不足，但是他對於廟會的熱衷，還有他對於生活的方式，我覺得一部分離不開廟會文化。第一，他找工作也不好找；第二，他在廟會當中，他就是這樣子穩穩的走完每一段路。頭期網，他對於每一段路、每個熱鬧，
他都很清楚。就像有時候連我們不知道，看到他，今天把杯得老嘞，他就說哦，今天把到位，你敢沒去？我沒去。他是對於有熱鬧，有人請他，他去走；沒有人請他，他也是會腳踏車騎去那個地方看熱鬧，從頭看到晚。在這支隊伍裡，不是每個人都來自相同的生活，有人喜歡熱鬧，有人把廟會當成生活的一部分，也有人在這裡才比較像是被看見的人。對有些人來說，一場廟會不只是一場活動，也是一段可以走的路，有一個暫時能留下來的位置。那他們的薪水可能就是1200至1800不等，那就是看每一間廟發給他們是多少。那其實這個東西，我講真的，只要人不去偷、不去搶，他不管是靠他的勞力付出什麼，我們都是給予最大的尊重。會覺得說，你只要可以行走，有這個能力，不管你幾歲，有可能60、70，有可能40、50，或者是說有什麼疾病，他或許在外面，可能 7-11，可能是飲料店，他們或許不會去請一個這樣的人，但是在我們廟會文化來講的話，我們對於這些人都很尊重，也很包容。我曾經看過有一個女孩子，她的腳是不知道是長短腳還是腳有受傷過，她就這樣一跛一跛的走完全程。我們也會擔心她嘛，所以通常廟方人員會比較關心她，不會說就是很硬的，你一定要趕快走完或幹嘛。那不行，我們旁邊的人也都會去幫忙她拖。有時候講真的是將心比心吶。有时候其實你看一個老人家從早上6點這樣走到晚上12點，其實講真的，對我們年輕人來說也算是體力快透支的時候。他如果今天沒有做到完，他或許可能明後2天他會沒有錢吃飯。我看嘛是屬於家咧，包括媽媽帶的誘因啊。當然，在咱這目前的落計劃內底是無因準。問題伊無安尼，伊無當衛生啊。有看過媽媽帶着小孩，或者是阿嬤帶着孫子。那看過一個是他們家2個小朋友，大概3歲5歲，就坐在那個輪子的上面，媽媽就推着旗子，那2個小朋友就很乖。那當然那時候我們廟方就說這囡仔可憐艱苦，我們只要有點心，我們就是趕快就拿去給小朋友吃，有飲料就拿給他們去喝。心酸很多了，看他們有時候年紀比較長的，走路都用拖的，他們為什麼要走路用擺的，還要把它做完？因為他們很清楚啊，做完才可以有錢領啊。因為他們都是整天下來，從早上7點開始繞境，你像繞境整天的，走到晚上10點，然後他們也是付出比別人還多的勞力去賺這個薪水啊。只要是正常人，我相信都需要被尊重的這個區塊啊，只是你用什麼心態去尊重他們而已。如果不是生活逼迫人往前，誰願意花上一整天，甚至風吹日曬雨淋，就為了換取這份微薄的收入呢？但也正因為這樣，每一次隊伍出發，還是總有人站出來，不是因為這份工作輕鬆，而是日子總要想辦法繼續過下去。我們廟會來講的話，一次的大熱鬧，有可能需要的期工可能是1000、2000這麼多。那他來一間廟的時候，他或許會發到一些衣服，好一點的甚至有外套。當時有甲別人較無相同，咱有3頓，還有2頓點心。所以講這個物件，其實因嘛的感受就講，至少嘛是會飽。雖然講吃的便當啦、點心等等。對有些人來說，一份便當、幾餐點心，或許不是什麼特別的照顧，卻可能是在漫長的一天裡最實際的安穩。廟會不一定能改變什麼，但至少在這支隊伍裡，有人出力，也有人因此暫時不必為下一餐太過擔心。只要你願意做，守秩序，就不怕餓肚子，也能賺取微薄的薪資。因為這志工的人因家境啦
較有較困苦消化吼。啊，咱需要吼，加咱廟會吼，加迄個宮廟啦吼，加攏愛大家會當需要甲因鬥支持、鬥幫忙，啊，互因有一個工作吼。啊，因為咱台南市的廟會太多嘛吼，啊，需要請這個廟會吼，這來重視着這個志工、這個臨時工吼，對因大家較照顧一下安尼啊。咱廟方嘛去同情弱勢啊，這個弱勢，咱既然咱公益都咧做啊，靠咧採迄2、3頓溫飽。我是覺得這個社會的倫理都變質了，因為這些老人家有些是真的小孩子連養都不想養他們的。我坦白講是真的，我聽到我看到的是真的很多，就是小孩子不長進，然後完全不跟這些爸爸媽媽聯絡，這些年長的爸爸媽媽聯絡，然後把他丟着，然後他們不得不出來賺收入去養活自己。然後社會看到的層面是大層面嘛，然後廟會看到的層面是小層面嘛，然後廟會看到的東西又有這些奇功，啊，你社會上很多高知識的人，他們也不懂這些低層的人啊，也不懂啊，他們就覺得說哦，吵吵啊，而且那老人啊那台灣這個社會現在對這些低層的人真的有一點歧視的感覺，很明顯看得出來，因為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嘛。所以講真的，小公其實是最累、最髒的活，但是我也希望說大家是給予他們最大的尊重，因為畢竟他們是不偷不搶，用自己的勞力來換取他們的3餐溫飽。畢竟廟會文化來講的話，如果沒有這一些奇功這麼大的付出，其實講真的，這樣子廟會也可能會少去一些光彩，因為大部分廟會的勞力活全部都是由奇功下去擔當的。大部分的時候，人們記得的是陣頭、煙火，還有一場又一場的熱鬧。但那些走在隊伍裡的人，那些把器具往前推，把路一步一步走完的人，很少被記得。所以這次我們透過管道把鏡頭停下來，試着靠近其中一位奇工，他願意坐下來跟我們聊一聊這份工作的日常，還有那些不太被說出的感受。是攏這個燈啊，迄陣燈啊燒涼，大燈小燈燒涼啊，啊開刀啦，啊這馬開了啦，佫講醫生講啥物要佫化療，佫生歹物啦，啊我這馬就是講這工課小可有我攏加減出來咧做啦，但是莫行啊傷忝安尼，啊都行一來休困一來安尼啦，對啊，啊都較艱苦嘛是愛做啦。啊，無我無錢通食飯，無你是要叫我食土呢？敢是安尼？若有廟我就做啦。啊，我若人咧艱苦，我會甲講我人艱苦無法度，伊就佫叫別人啦。今仔咱帶這生命呢無法度啊，咱就講加減出來忙做。啊，若無廟啊，阮就休困啊，就休困真勇啊，啊無要安怎？迄毋是講我今仔毋愛做啦，今仔我。在這個生命是有夠艱苦的啊！真正像我呢開了便當，我真正人我想袂開，想要你敢知？常常要流目屎，你敢知？這樣的情況不是特例，在這支隊伍裡，很多人都是帶着自己的原因走進來。以我們現在這種狀況的話，我們是很穩定。然後每個人帶的隊不一樣，接的任務也不一樣，所以說實在真的要很穩定的話，我是現在在這個組裡面，我真的蠻穩定的，每個禮拜一定有，所以就變成說帶隊人的關係啊。他一開始是有在工廠工作，然後因為他媽媽年長了，然後有一次自己出門去買飯的時候，不小心去摔到。然後腿受傷，因為他也怕老人家又繼續摔倒，還是怎樣，越來越嚴重。對，然後變成他犧牲他的工作，然後平日就在家裡顧他的媽媽的狀況，然後假日出來賺這個奇功的錢。說實在，我們家裡經濟又不能去請看護啊，或是怎樣子，一定要自己來，而且家裡只有我一個小孩而已，然後還有個妹妹啊，因為妹妹他們工作。沒有時間能照顧我父母親，只好我
去照顧我父母親，而造成我無法去工作，然後長期這樣請假，也對公司不好意思，所以才去做廟會的小工。像小智來講，如果今天假日如果他不來領這個費用，變成第一，他家人要用醫藥費要用什麼的，他去哪裡有錢來支出這些東西？對，所以期工講白一點啊，也沒有人想要去做啦。就剛才講的高工時的工作啦。說到尊嚴的話，真的做小工真的沒尊嚴。別人的心態我就不知道，但是你真的要去調整。如果你不調整的話，你就不要去做這份工作。因為我接觸到的時候，我被人家凶，那種心態有時候真的，現場很痛苦啊。回到家的時候，都在那邊想說，我做的那麼辛苦，我為什麼還要被你凶啊？或者是說，我想放棄這個工作啊，不要去賺啊，就在家裡照顧父母親就好，我幹嘛要出去讓人家這樣子凶？可是想一想說，已經遇到經濟問題。也沒辦法，一定要去承受，要去接受人家這樣子的態度。但是我還是要去調適啊，為了賺錢，我還是要去調適。即使知道辛苦，還是有人走進這樣的隊伍。對小智來說，廟會給了他一點彈性，讓生活還有辦法繼續往前走。而在這幾年的隊伍裡，也開始出現一些不同的身影。他們不一定說得清楚這是什麼文化，也不一定完全理解這場儀式的意義，但在這條路上，他們和其他人一樣，用自己的力氣把一段路走完。新加入的就是來台灣留學的那些外籍的學生，因為你像越南，他們賺錢基本薪資也少啊，來一年來這邊讀書也都要10萬啊，一學期就要10萬塊啊。對啊，也是父母親辛辛苦苦存的啊。相對他們這些小朋友過來這邊，學生過來這邊，他們也希望不要去跟家裡面開口要零用錢是什麼啊，因為畢竟也是給家裡一個負擔啊。輾轉跟我們聊說，他們想要出來，就是廟如果有需要人員，他們可以出來幫忙。對，然後出來幫忙的時候又卡到那個像打工的問題。所以我就跟廟溝通說啊，他們出來幫忙，我們結束就包個紅包給他們，啊，讓他們存錢，或者是他們要怎麼運用，給他們自己去運用。在期工的隊伍裡，面孔一直在改變，有人來了，有人離開，有些人只出現1-2次，也有人一走就是很多年。不論來自哪裡，也不論背景是什麼，站在隊伍裡，他們做的事其實都一樣，一步一步走，把整場廟會慢慢走完。我這些期工頭有時候在廟方的窗口，然後這些期工的窗口，然後我夾在中間。其實問題到現在都還有很多問題在產生可是也是要去克服啊。有時候這邊不體貼的時候，就覺得心很累這邊有時候答應你的時候又出狀況，心更累有時候我都問我自己說我又沒有賺很多錢，我幹嘛去夾在中間去當這個窗口？一個出發點就是想說幫神明做好神明想要的事情，然後他們這些人也很辛苦，他們沒有辦法直接跟廟的窗口對談我們夾在中間，我們可以去溝通，幫他們爭取更好的薪資，然後更被尊重，然後又加上有時候工作的時候廟方的人口氣都會比較不 OK， 這是我之前常遇到的。可是這幾年慢慢跟廟在協調說，其實有時候我們換個口氣跟他們溝通，他們開心我們也開心，然後工作又做得很圓滿。因為畢竟他們有時候你在講的言語，他們可能听不懂，溝通上比較，咱講的溝通較含慢，溝通較慢，有的人性子就耐不住口氣就變了他們期工就一個心態說我就在工作，為什麼你還要用那種口氣罵我？我是怎麼了？就莫名其妙被罵。對有時候我是覺得將心比心很多事情都是你將心比心，有時候你換位思考，事情會更好處理。我一直跟廟講說，其實這種高工時的工作，真的報酬的薪水不是這麼，不要說低啦，因為怎麼講，以前更低了。對這幾年我慢慢跟他們講說，物價的上漲什麼因素對，有慢慢在調整可是調整的空間也真的有限我們也就是盡量兩邊做好協調嘛
啊，你們廟方既然要請，就是多貼一點啊，因為你們點頭遐濟錢，你都在開啊，人工的錢你開袂落，對吧？啊，有些廟真的給我砍到我不想接，我直接走掉，我就說，啊，你用遐少錢請這個人，啊，這個人是安那，大概互相啦，因為你自己去算嘛，6點集合，做到晚上10點才結束，啊，10點結束還不是現場就直接走掉呢？有些繞境到半路，他還要把所有東西拖回去廟。那、啊、你路程比較遠，有時候要走半個小時才回去到廟呢。我常常被很多朋友笑說我是一個高抗壓的一個人啊，真的啊，因為我剛才講到了、啊，我就是兩邊的窗口夾擊着我啊。有時候期公出來不能體貼你，廟方也不能體貼你啊，我夾在中間，我要把事情做好。對啊，有時候想一想，真的不太想去再碰觸期公這個東西啊。有時候想的時候就會靜下心說，如果今天我不去當這個窗口，啊，換別人啊，如果別人的那個溝通能力沒有我這麼強，啊，會不會就是影響到期公的收入，或者是廟方的心態，看待這些人的心態？因為至少我到現在我承接了廟方，我幫忙廟方安排了期公，廟方都是把他們真的怎麼講，就是有在尊重這些人，因為我都有跟廟方建設說，你今仔日你無這個人出來做這個代志啦。你也無摘掉，這個物件也無摘掉出門啊。咱會當家鬥幫忙哦，這因為因佇遐袂，敢若講是一個臨時工爾，但是咱廟嘛需要因啦。哦，你無這個無這個人來甲咱摕，但是咱重點就是講，因是較單純哦，但是咱會當佮加減啊幫助伊的這個經濟哦，因一日出來哦偌濟錢會當家鬥幫忙，有一個所費。對咱廟方嘛好，咱廟方也無人通去去甲伊做這個膝頭，這個工作無人做，由伊來替咱做，因也袂去講有啥物迄個對咱有困擾的，這是咱的上方面攏總是有益的，對廟方來說，期公是必不可少的一群人，少了他們，熱鬧走不出去；有了他們，一支隊伍才能真正成型。而對這些走在隊伍裡的人來說，這不只是一份工作，也是在生活最吃力的時候，還能靠着自己的力氣，把日子一點一點撐下去。當鑼鼓聲散去，街道恢復平靜，留下來的不只是熱鬧，還有那些在文化裡努力生活的人，在角落裡用勞力把生活慢慢拖住的人。